大家可能聽過有啲地方發生過人食人嘅事，但你又聽過人食神未？而且仲要係神自己主動叫人去食佢，聽落好似好荒謬，但係又真係發生過。我唔係講笑，真㗎。如果你哋唔信，就聽下呢段福音先啦。那時耶穌說：我就是這從天降下的活生生的食糧，人吃了這食糧，將永遠活着。我要賜給人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是為使世人得到生命而給的。我就是這從天降下的活生生的食糧，人吃了這食糧，將永遠活着。我要賜給人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是為使世人得到生命而給的。於是猶太人之間起了紛爭，他們說：這個人怎麼可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？耶穌便對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如果你們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就沒有生命。誰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就有永恆的生命。在末日，我要使他復活，因為我的肉是真的食糧，我的血是真的飲料。誰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就活在我內，我也活在他內。正如永生的父派遣我來，我擁有來自父的生命，同樣，那吃我的人也會擁有來自我的生命。這就是從天降下的食糧，不像你們的祖先所吃的，他們吃了仍然死去。但誰吃這食糧，將永遠活着。頭先我咁講，只係想用個特別啲嘅手法吸引你哋嘅注意，等大家可以用心聽晒成段福音，了解下背後嘅故事。言歸正傳，呢段福音其實唔係恐怖，亦都唔係荒謬，係一個簡單嘅邀請，建立一個深厚嘅關係，希望彼此互相融合，成為一個愛嘅共同體。呢個就係我哋嘅信仰最奧妙嘅地方，共融。當我哋每一次參與彌撒，準備領受聖體嘅時候，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，提醒自己呢個係耶穌嘅身體，佢將會進入我哋嘅生命，同我哋合而為一。我哋唔單止係領受耶穌嘅身體，更要用心活出耶穌嘅精神，讓佢嘅生命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發光發熱，為世界帶來和平同埋仁愛。願主保守你，下次再見。